先来看这高雄大发工业区一间塑胶公司呢，昨下昼发生火灾，这火呢炭到大家也未拍花。消防局是表示讲，目前是剩火尾啊尔，嘛因为是伫这绑起的建筑物内底当咧翕烧，所以要规个拍花其实是还阁需要时间的。嘛因为即马受到这地形的影响，所以今仔早起真侪车站这空片是出现干嘛色提醒。 因为高导火物件侪规个拢翕伫咧建筑物内底烧，消防局昨日暗时10点外紧急调怪手来卡壁，继续钻水抢救，一直到17晚到大发工业区塑胶工厂的大火也未完全拍挂，火场也是有乌烟冲出来，这场大火已经烧超过24点钟。因为目前进行到残火处理的阶段，那现场还有一些建筑物倒塌的部分覆盖，那还有一些塑胶制品的部分没办法直接攻击，所以必须搭配重机去。 一边开挖一边以水线来做灭火。昨的话，伊的烟足大个，所以阮遮的窗仔门拢全部关起来，阮的人拢会戴口罩安尼。今日较好啊。做正业者欢喜火势得到控制，带电也赶来清洗电塔顶悬熏甲乌麻麻的灰啊。虽然乌烟有变细港，不过空气当中也是有阵阵的臭味。其中临恒地区自昨暗甲打一直有民众环境空气歹，环境部也发出红色警报。今日上午火势扑灭，残火处理中，调阅周边微型感测器以及空污小组检测悬浮微粒等各项数据，目前已趋近背景值。 环保局全程持续监测空品，就是戴口罩，然后减少户外活动的那个机会，然后那个体能课尽量就是调整为室内活动这样。因为火也未完全拍花，附近国小除了要求囡仔挂喙暗以外，嘛爱减少户外活动。环保局提醒，火场的部分会持续监控，因为今仔日高雄市有10外区的空气品质拢是干嘛色的，气管敏感的民众若要出外，都爱挂喙暗保护家己。记者邝亚竹、顾兆勇、高雄场报道。